各位歡迎收睇晚間新聞。橫琴粵澳合作產業園區接受部分企業同投資者申請投資項目嘅期限喺今日下晝截止，貿促局一共收到89宗申請。佔地4.5平方公里嘅橫琴粵澳合作產業園區，為期3個月嘅項目投資申請期已經截止。貿促局一共收到89宗文化創意、旅遊休閒、物流等嘅本澳企業同投資者嘅申請。貿促局話，產業園區有利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項目能夠帶領澳門嘅中小企業啦，去橫琴投資啦，有利於話嗰個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嘅發展啦，特別係嗰個擴容性啦，即係澳門嘅擴容發揮，橫琴能夠發揮到澳門嘅擴容性啦，咁亦都係能夠帶領澳門嘅居民去橫琴就業啊。貿促局又話，收集期結束之後，計劃用1個多月嘅時間分析同整理，以及開會評審，估計最快出年1月向橫琴推薦申請嘅項目。而珠海橫琴新區管理委員會交流局局長話，申請項目只要能夠符合特區政府審批嘅條件，然後推薦俾佢哋㗎，佢哋基本都會接受申請。只要是符合我們條件的，和這個我們這個總體發展規劃的，我們都是歡迎的。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收集項目的時候，可能我們已經就澳門特區政府的這個規定項目條件的時候，他們可能已經做了一些這樣的一些設置了。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會全力配合。劉洋又透露，橫琴產業進入及優惠目錄，爭取喺今年年底出台，到時會去到澳門開設專場推介會。澳門電視台記者曾靜怡報道。